電視記者蔡文健報道。濕地公園錄得嘅候鳥種類持續上升，咁部分呢仲係稀有品種，好似最近就首次發現一種叫花面鴨嘅候鳥。黃基慧去睇過，覺唔覺得呢隻鴨好面善啊？因為佢唔識變臉，咁但係就叫花臉鴨，花名係眼影鴨，年初4先到埗。嗰朝其實就靈光一閃咁，一朝早可能拜完年啦，大家心想事成之後咧，咁諗下，會唔會有花臉鴨咧？就見到佢啦。花臉鴨喺西伯利亞繁殖，過冬通常都揀韓國同埋日本，好少會南下到香港，而且唔係隻隻都咁靚。雌性嘅通常都係啡啡地啊，如果太靚嘅話咧，咁好容易引到啲天敵嚟襲擊佢，尤其喺嗰個嘅孵化嘅時候啦，男仔咧會靚好多。同人啱調轉。同人啱調轉，係啊。濕地公園籌建嘅時候，任永耀已經開始定期監察有幾多雀鳥到訪。咁過往幾年錄到嘅品種一直增加，有超過200種雀鳥嚟過。最近公園仲翻新過啲泥灘，等啲雀仔可以企得舒服啲，揾蟲嚟食都容易啲。呢啲叫巢箱，係濕地公園新加㗎，咁希望吸引多啲唔同種類嘅雀仔嚟繁殖。咁但係大家而家喺度暫時就未見到有雀，咁因為咧仲要等多成個月先會到繁殖季節。除咗雀仔之外，公園仲打算開闢一個蝴蝶園，種植唔同嘅植物，相信到出年就可以吸引到唔同種類嘅蝴蝶嚟採蜜。有線電視記者黃傑慧報導。元宵節台灣各地咧都有傳統嘅慶祝活動，由林燕邦帶大家睇下。13公里長嘅炮仗，挨晚6點喺台南鹽水